咱就来关心，主计总处伫昨昏公布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2.36%，这是连续4个月拢超出2%的警戒线。其中以食食起上西，年增4.64%。也若菜色果子是受凯美风台影响，继续嘛拢有起。也若明年上价工资嘛调悬4.08%，物价敢会对得起嘛引起外界关心。物价起无停，8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2.36%，已经连续4个月拢超过2%，通货警戒线，互真侪民众讲钱变薄啊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食衣住行全部都，以前1000块很好用，现在1000块买不到什么东西了。现在大概就1、2千块，一进去买生活日用品，全部就没了。8月消费者物价7大类起价幅度上大是食物类，年增4.64%，菜色月增21.74%，水果甲肉类嘛拢月增超过6%，食用油是年增7.79%。那食物类继续大起，明年的最低工资嘛调悬至少4%，时薪为2022年的168块，明年调升到190块，月薪是来到28,590块，比今年加1120，创下连续9年的调悬纪录，都惊薪资起价，部分企业可能会将人事成本转到商品的计价，造成另外一波物价起价，国发会会密切注意。直接薪资在成本大概10%到14%之间，其实影响是不会那么大的。我们每个月都有通膨会议，我们会密切的注意这个调薪对通膨的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我们会适当的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。我们将来的趋势啊，会螺旋上升。所谓螺旋上升，就是我们随着所得不断的上升，我们的物价恐怕也会慢慢的这个上升。但是物价上升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伴随的是我们的所得上升的幅度更大。好，那这个就没有问题。有专家认为，台湾当走向人均所得提升，对合理成本加合理需求带动的物价起价，这恐惊是未来无法度避免的趋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